气象署预估，伫咧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4，沉积了后会变做今年第20号风台坦米。未来的走向上有可能是通过菲律宾卢宋岛，拜四开始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东半部雨水会变较高。那拜六礼拜呢，北海花基兰花莲也有可能会落大雨。 准风台坦米目前以每点钟21公里的速度向西南驶过来，强度持续增强，而且所来路线上大机会是持续往西，穿过菲律宾吕宋岛入去南海。气象师分析，伫通过吕宋岛陆地时阵，甲台湾离远远会决定影响的程度。风台外围环流真宽，有可能暴风圈会吸到海上风台警报的范围。暴风范半径会在280公里左右，所以它的 整个环流的范围是相当广的，所以如果它有稍微比较偏北一点点，也不排除去接触到台湾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范围。拜二下晡到拜三，东北季风搁增强，北东会先落雨，宜兰山区有大水雨。拜四风台外围环流开始影响，北海岸宜兰会落大水雨，中南部山区嘛开始落雨。拜六到礼拜，北海岸甲宜兰以及花莲地区要注意落大水雨。气象专家分析，比前一天预测路线较接近台湾。日一各电脑模式，包括 AI 拢有做修正，路线由东北转西进，主要是后壁还有一个热带扰动的发展，属于高压退后，互路线向西修正。 西北方跟东北方各有一颗高压去导引它，那另外就是它东边还有一个扰动，那这个热带扰动如果成型的话，可能也会让高压的形态做出一些调整。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秋季哦，所以其实北方我们也有一些西风槽或东北季风南下，然后造成说其实它整个未来的动向，尤其它接近吕宋岛之后，动向的变数是比较大的。 专家指出，虽然目前预测风台未直接侵袭，不过外围环流也有可能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甚至恒春半岛带来普遍性的落雨，也是爱特别注意较大加持续性的落雨。目前因为风台周围有真侪势力的影响，路线也会改变，请民众爱继续注意后续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